发生这个代志之前，有一位导护老师伫现场咧指挥交通，伊看到车祸发生，马上冲到学生的身边，大声一直喊：有啥人会用做 CPR 心肺复活术？而且赶紧来投入到救人的行列，希望会当争取到救命时间。事后，伊是忍不住流目屎，讲遐学生拢是青顶过大路，拢无做啥物唔对的代志。迄个车安尼横横冲过来，冲弄囡仔的瞬间，都亲像是一场的噩梦。请假的导护老师真着急，拿指挥拿话休，马上会晓 CPR。学生啊倒伫涂骹袂颠袂当，民众协助抢救。另外一边也同款，一个查某人一直咧甲伤者做 CPR。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救援，要用上紧的速度将伤患送到病院。抢救的过程中，一个导护老师不用气气，到三港指挥。那时候是绿灯，行人是绿灯，他是直接没有任何减速，一路冲。目测是7、8个受伤，那轻重伤都有，然后也有家长，那也有路人等。讲到后天目好红，因为现场实在伤过冲击。热心的民众内底，有一寡人是伫边啊北大幼地园的老师，带着老师就是去现场帮忙做 CPR。那现场其实已经有蛮多小朋友已经躺在地板上。我在帮忙 CPR 的时候，现场旁边确实是有一位大智障。事故发生了后，车壳拢甲吹鼓鼓落跪涂骹。热心的导护老师甲幼地园的老师投入救援，希望加救一个算一个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